作家吴成40年前开始投入平地做内行动，伫伊的故乡溪州的田种大约3000丛原生树仔，也成功推动公墓森林化。为着要推广这种树仔的重要性，吴成邀请40多位作家去到溪州参观树林，而且伊亲身来介绍。 侪作家行伫中华溪州的静心园，即搭是诗人吴成甲侪人同齐推动，正做树种公墓森林化的示范园区，有种台湾原生种乌心石、加油等等，和墓地公园化。我去全世界各地旅行吼，去佚佗，我拢去找公墓，去找因的墓仔埔，去看因安尼墓仔埔是安怎，就知影讲因的文化吼，甲因即个对死亡是甚物看法安尼。人生的 最后一站，毋过是阮今仔的第一站。我感觉这是真正足趣味，你也会当去面对死亡，其实咱会知影要好啊哇，咱会当活出一点诗意啊。正关心台湾土地议题甲造林行动的作家吴成，邀请国内40多位作家到伊故乡溪州，分享伊这几年来种树仔伫边地造林的成果。吴成讲，森林就是地球的喜，希望大家爱重视，唔通因为开发甲侪树林。 拢错掉。树啊无人，活得足好诶。人无树啊足歹活，因为今仔日诶极端气候、地球暖化现象愈来愈严重，其中简单讲就是树啊愈来愈少，安眠土啊水泥地愈来愈多。吴老师较侪年以来，你台湾文学史，伊正经是一个讲你爱土地了，写土地，你隐瞒讲。 搁较大的败害要来进前爱家主动。吴成投入种树仔40年的时间，嘛写诗出册，记录伊对土地树仔感情。因毋望伊伫故乡种树仔经验会当推展到全台湾，大家做伙加入保护树仔、种树仔行列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